在2018年摕到國家文藝獎的排灣族的藝術家沙久流巴娃娃龍，伊是因為性侵案1審、2審是互人判4冬6個月的徒刑，今仔日已經入去關啊。對前總統蔡英文手頭領獎，就是2018年摕到國家文藝獎的排灣族的藝術家沙久流巴娃娃龍。不過，伊伫2021卡到強制性交的案件，含冤個的查某人拍官司。雖然沙久流事後攏無承認，1、2審法官認為事情明確，以強制性交罪判4年6個月徒刑。高雄分院嘛駁回上訴，專案定驗。這個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有很多我們的部分他不採納，完全是一面倒。判決確定了後，因為日子晚近日加的時間，所攏聯絡袂到沙久流，屏東地檢署為着防止伊落跑，第一時間檢察長就啟動防落跑機制，先請警方到屏東市稅厝的所在，煞找無人失去蹤影。檢方認為伊有逃亡疑慮，非法拘票掠人。落尾第2日暗時9點左右，才總算佇馬家鄉一搭田園的地厝仔找到人，當場將伊拘捕到案。2再去8點日間。實際到馬家鄉，當地居民攏講有聽到消息，私底下表示足可惜，去卡到刑事案件。針對沙久流國藝獎的資格，國藝會進前就已經正式甲取消，得獎的信息嘛攏對網站落架，要求沙久流交回證書獎牌含100萬獎金。這嘛是國藝獎設立以來頭一項特殊榮譽的得主。記者柯永哲，屏東報道。